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嚟到哲文中文嘅讀書會時間。今日要同大家一齊讀嘅書係一本全球暢銷、影響力十分驚人嘅書《原子習慣》。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曾經下起決心要早啲起身，每日都要做下運動，每日都要讀幾頁書，但係呢啲良好嘅習慣堅持咗一陣，好快就半途而棄呢？呢一本書將會可以解答到以上嘅問題。原來我哋成日都會覺得係咪自己唔夠意志力，定還是係我哋堅持嘅方法出咗問題呢？原來同我哋有冇意志力冇乜太大嘅關係，重點係在於我哋有冇將佢變成原子習慣。因此，今日就等我哋一齊走入習慣嘅世界，學會點樣用微小嘅改變累積成為巨大嘅突破。首先，我哋先介紹一下呢一本書籍嘅背景同埋作者。作者詹姆斯·克里爾原本係一位運動員，但係就喺一次嘅棒球場上面嘅意外受到重傷，甚至影響咗佢嘅記憶同埋運動能力。喺康復嘅過程之中，佢逐步地建立咗一套小習慣系統。佢開始由最簡單嘅生活規律做起，最終成功揾返自己。佢將呢一啲嘅經驗寫成部落格、電子報，廣受歡迎，最終整合而成為呢一本暢銷全球嘅《原子習慣》。呢一本書喺出版之後，唔單止橫掃各大嘅書榜，更加譯成超過50種嘅語言，幫助過千萬個讀者改變佢哋嘅生活。我哋喺介紹呢一本書之前，或者我哋首先了解一下呢一本書整體嘅架構。我哋讀每一本書都可以首先睇一睇下個目錄，了解一下作者嘅思路，大概我哋就會能夠可以掌握到呢一本書嘅基本邏輯。呢一本書大概分成5大部分，一共有20章。佢會由原理講起，一步步地帶我哋建立、強化、維持好嘅習慣。首先，佢會先強調點解小嘅習慣係會帶嚟巨大嘅效應嘅呢？然後就會慢慢交代習慣係點樣運作㗎，背後嘅科學同埋心理學原理又係啲乜嘢呢？接下來喺第二個部分，作者就會介紹4大法則。呢4大法則就會幫我哋養成到好嘅習慣，並且提供一啲具體嘅策略。第三部分，呢一本書就會反過來開始慢慢去同我哋討論一下，我哋喺生活上面有啲乜嘢少少嘅壞習慣，可以逐步地戒除嘅呢？第4部分就係我哋點樣讓到我哋嘅習慣可以長久地維持落去，並且成為一套自我實現嘅系統。接下來，當我哋喺了解完整本書嘅基本架構同埋邏輯之後，我哋嘗試睇一睇下呢一本書入邊嘅核心概念。首先，第一個嘅核心概念就係微習慣嘅力量。究竟乜嘢叫做微習慣呢？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經歷過，當我哋非常之有熱誠地去訂立一啲嘅習慣，但係點知一啲嘅習慣做咗1日、2日、3日就會好想放棄。所以作者佢會覺得我哋唔需要俾一啲咁大嘅壓力自己去建立一啲重大嘅習慣嘅改變。我哋可以試下將我哋嘅大習慣縮小成為微習慣。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有一句嘅說話，就係叫我哋每日要進步少少呢？作者其實都有一個類似嘅講法，每日進步1%，呢一句說話非常之重要，因為作者覺得我哋千祈唔好睇少呢1%，因為如果我哋1%、1%咁樣去累積落去嘅話，一年就會足足變成咗37倍嘅提升。因此，好嘅習慣、壞嘅習慣亦都係一樣，少少嘅偏差喺日積月累之下就會變成巨大嘅落差。因此，就正如喺書中所講，你唔會上升到目標嘅高度，而係會下降到你系統嘅水平。因此，我哋雖然好難去量化究竟乜嘢叫做1%嘅進步，
但係我哋可以試諗一諗下，譬如我哋冇閱讀嘅習慣，會唔會我哋每一日唔好逼自己睇30分鐘嘅書先？可能每日我哋先逼自己睇3分鐘，到再下一日我哋可以加到3分鐘10秒，再下一日就加到3分鐘20秒，建立到閱讀嘅習慣。呢本書嘅第二個重點就係習慣其實並唔係行為，而係身份。我哋睇完呢句話之後，可能會覺得好奇怪，習慣唔係行為嚟嘅咩？例如我每一日都要做運動，每一日都要讀書，讀書做運動全部都係行為嚟嘅喎。乜嘢叫做身份而唔係行為呢？原來呢本書嘅作者有一個非常之特別嘅諗法，就係話如果我哋人想改變我哋自己嘅行為，唔能夠單靠設定一個目標，而係我哋要嘗試改變我是誰呢一個觀念。好，我哋舉一個具體嘅例子嚟講，意思即係話我哋唔係要提自己每一日都要朝早6點鐘起身運動，而係我哋改成為我係一個照顧健康嘅人，我係一個重視健康嘅人，我想成為一個更健康嘅人。我哋試下比較一下個分別。如果我哋會提自己每日都要起身做運動的話，喺作者嘅眼中，呢一點係並唔能夠長久地令我哋持續去堅持呢個習慣。因為如果我堅持咗7日都會起身做運動，唔代表到第8日起身我都會有動力繼續做呢件事情。但係如果我哋提自己，我想成為一個健康嘅人，咁樣我哋就會自然地每一日都會不知不覺間內化地、潛在意識地想去做一啲令到自己更加健康嘅行為。因此喺作者嘅眼中，每一個行動其實都係一次對新身份嘅投票。所以我哋最緊要嘅唔係要逼自己做唔同嘅習慣，更加重要嘅係我哋要諗清楚，我哋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我哋想為自己建立一個點樣嘅身份。第三個重點，四大法則。四大法則可以話係呢一本書嘅核心概念，亦都係習慣建立嘅黃金法則。首先，第一個法則就係明顯嘅提示。好，乜嘢叫做明顯嘅提示呢？舉一個例子，例如當我哋一起身嘅時候，可能我哋眼之所見嘅地方就會能夠有一張嘅紙，嗰張紙可能提示我哋，譬如我哋決定咗想做一個更加健康嘅人，我哋每一日都可能會想做下瑜伽、做下拉筋嘅活動，我哋可以每一日一起身就會見到原來喺床嘅隔籬就有一張嘅瑜伽席。呢個明顯嘅提示就可以試過透過嗰件嘅物件去提醒我哋，我哋今日見到嗰件物件嘅時候，就一定要善用佢、利用佢，令到自己可以慢慢地達成到個目標。我哋晒調翻轉去諗啊，如果我哋每一日都提自己做運動，但係我哋嘅身邊又冇呢啲嘅工具，結果我哋就會好容易心裏面就係諗，唉，做少一日都冇乜所謂嘅啫。所以我哋一定要每一日都嘗試去提自己，有一個明顯嘅提示，讓我哋一方面有動力，另一方面都有壓力地要去做呢一啲嘅習慣，長遠先至可以將呢啲微習慣慢慢地建立落去。第二點就係有吸引力嘅渴望，意思即係話，往往我哋想改變、想實踐嘅新嘅習慣，都可能係一啲我哋未必中意嘅事情嚟㗎。所以我哋會唔會嘗試考慮一下，將呢啲嘅習慣同愉快嘅事情綁埋一齊呢？舉一個例子，例如可能我哋仲未建立一個閱讀嘅習慣嘅時候，我哋就會嘗試將我哋中意嘅習慣綁埋一齊。譬如，例如可能我哋每一日都要好習慣去飲一杯咖啡嘅，我哋或者會唔會可以喺啲放咖啡粉嘅地方隔籬，然後就會放住一本嘅書，然後每一次我哋飲完一杯咖啡之後，都要揭一揭本書，睇一睇本書，可以長遠地建立呢個習慣。所以有吸引力嘅渴望，就係將我哋一啲本身已經建立咗中意嘅習慣，去配合一啲新嘅習慣，聯動地就會帶動新嘅習慣，都可以慢慢建立到落嚟。當然啦，呢一個將愉快嘅事情綁埋一齊嘅法則，
都可以嘗試考慮配合剛才講嘅第一個法則，就係明顯嘅提示。例如我哋中意打機嘅，就試下不如喺部電腦嘅旁邊擠幾本我哋即將打算要去讀嘅書。我哋中意飲咖啡、中意沖茶嘅，就試下喺茶葉或者咖啡粉嘅隔籬放低一本嘅書。總之，將我哋中嘅東西結合一啲我即將建立嘅習慣，就可以慢慢讓我哋去培養到呢個新嘅習慣。第三點就係簡單嘅回應。乜嘢叫做簡單嘅回應呢？意思即係話，我哋嘅習慣如果係建立得越係簡單嘅話，我哋就會越容易可以開始得到。當習慣訂立得夠簡單嘅時候，我哋自然就會可以有一個合適嘅動力去配合呢一個習慣，回應呢個習慣。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建立咗個習慣，然後唔想跟，因為覺得好煩、好大壓力、好攰。但係我哋試諗一諗下，譬如我哋每一日都會想可能做下啲嘅健身。當你諗起今日又要做100個掌上壓，我哋頓時就會覺得好大嘅壓力。呢種壓力會令到我哋一個掌上壓都唔想做。但係如果我哋嘅條件或者我哋嘅習慣嘅要求放低少少，降低少少嘅門檻，例如我哋每一日淨係做5個掌上壓、10個掌上壓。當我哋嘅習慣越簡單嘅時候，我哋嘅身體就會自動回應呢一個嘅習慣。當我哋肯自動去回應呢個習慣嘅時候，我哋唔好逼返自己一次過要做咁多咁多嘅工作的話，自然我哋就會較容易去開始，而唔會一下子就會好想放棄。第四點，滿足獎賞。當我哋如果係能夠成功地做到嗰個習慣嘅時候，我哋嘗試俾自己一啲實際又好、精神上又好、心理上都好，俾一啲嘅正面嘅回饋自己。例如，我哋每一次做完10個掌上壓，不如俾少少嘅獎勵自己，令到自己可以會知道，當我每做有一啲辛苦嘅東西嘅時候，我都會獎勵翻自己。否則，如果我哋不斷地習慣去做一啲自己都會唔中意嘅習慣，繼續不斷去做、不斷去做嘅時候，我哋只會生出一種嘅厭惡感。所以喺作者嘅眼中，我哋只要將呢4大嘅法則、明顯嘅提示、有吸引力嘅渴望、簡單嘅回應、滿足嘅獎賞，都會做足嘅話，自然我哋就會每一日都會自動自覺、滿心歡喜地去建立一啲新嘅習慣，令呢啲嘅習慣可以持之以恆。當然啦，呢一啲原則咧都可以反向地應用噶。例如，我哋想戒掉一啲壞嘅習慣嘅時候，就試下不如令到啲壞習慣變得唔明顯、唔吸引、困難或者令人會覺得有種唔舒服嘅感覺。慢慢地，我哋就會一邊喺度建立緊好嘅習慣，一邊又會戒除緊壞嘅習慣。嚟到呢本書嘅第4個重點，就係環境嘅設計遠遠高於意志力。唔知大家有冇遇過個情況，就係我哋都建立咗啲習慣，亦都相信自己係一個好有意志力嘅人，但係我哋幾相信自己意志力都好，有一日起身嘅時候，突然之間可能個天氣好差、好凍，我想賴喺張床度唔喐，結果嗰日我哋冇做到應該要做嘅習慣，接下來嘅1日、2日、3日，我就會完全忘記咗個習慣。所以喺作者嘅眼中，我哋與其相信一啲好容易會變動嘅意志力，不如我哋試下係去主動地設計一個合適嘅環境。因此喺作者嘅眼中，與其我哋靠自己嘅意志力，不如我哋試下重新安排個環境。舉一個例子，如果我哋唔想不斷地喺度睇手機，睇埋啲廢片嘅話，我哋試下將部手機放遠啲，令到我哋嘅環境之下唔會接觸到嗰部嘅手機。如果我哋想早啲瞓嘅話，不如就令到我哋嘅房間變得舒適一啲，冇任何嘅干擾，手機唔會喺我哋身邊嘅部分。可能我哋要行落張床度，行成1分鐘出翻去，先至能夠可以拎得到部手機嘅地方。咁自然就會令到我哋去想做呢個壞習慣嘅距離啦，同埋所花嘅時間啦，增加咗，自然就會令到喺環境嘅設計上，讓我哋從身體上面都會已經係好難去做到嗰個壞嘅習慣。所以啦，克里爾曾經講過，做對嘅事唔應該太難，亦都正正可以符合到喺環境設計嘅原則。
就係嘗試令到我哋容易建立到一個習慣嘅環境，同埋都嘗試令到我哋嘅環境唔會讓我哋沉迷於一啲壞嘅習慣。到咗最後一點啦，就係2分鐘法則。喺克里爾嘅眼中咧，任何嘅習慣其實都可以拆解成為2分鐘嘅版本。舉一個例子，例如我哋有時會想令到我哋每一日都建立翻閱讀嘅習慣，你會覺得睇15分鐘、20分鐘、30分鐘嘅書實在太過遙不可及，根本專注唔到落嚟。咁或者我哋唔緊要，我哋可以先打開本書去提自己，不如我哋先睇2分鐘啦。我哋慢慢就會發現，如果嗰一日我哋真係能夠堅持睇到2分鐘嘅話，就可以慢慢地將呢一個時間係會增長。但係如果嗰一日我哋真係一睇2分鐘之後，發覺欲罷不能，嗰本書實在太好睇啦，我哋會不知不覺地睇落去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到，只要一開頭唔好訂立一個太高太遠嘅目標，先訂立一個2分鐘嘅目標，我哋自然就會較容易可以做到呢一個嘅要求。因此，我哋睇完呢5個嘅重點之後，接下來我就會嘗試去諗一諗下，有冇一啲嘅實用嘅策略啊，或者練習可以幫助到我哋建立一啲好嘅習慣嘅呢？首先，我哋都可以諗一諗下，會唔會可以有一啲叫做習慣嘅追蹤表？舉一個例子，例如我哋可能喺一啲應用程式上面會寫低每一日做啲乜嘢嘅習慣，去用應用程式嚟記錄嘅話，每做一個嘅好嘅習慣就剔一剔，每做一個好嘅習慣又再剔一剔，讓到我哋嘅進步可以屬於自己看得見嘅進步。第二個方法，喺一個既有嘅習慣之後，加上一個新嘅習慣。譬如我係習慣每一日都會飲一杯咖啡，我就試一試下提自己，每飲完一杯嘅咖啡就寫3行嘅日記。咁我就會令到自己記得喺一啲建立咗嘅習慣之後，要再加啲新嘅習慣，反而就會容易一啲啦。第三個方式，建立一個反脆弱系統。乜嘢叫做反脆弱系統呢？即係話人，我哋往往嘅意志力都有不足嘅地方，我哋幾好嘅設計都可能會有不足嘅位置，我哋好可能因為一啲嘅疏忽，或者係啲不能夠預計到嘅情況，令到我哋停一停咗個習慣嘅。所以我哋要學識點樣允許自己偶爾係會失敗。不過要記住嘅係，我哋允許自己失敗，唔代表我哋允許自己連續2日失敗，或者連續3日都失敗。我哋建立一個反脆弱嘅系統，提醒自己習慣，如果有一日做唔到嘅話，我哋可以原諒自己。但係如果第2日、第3日都做唔到嘅話，我就要嘗試俾自己一啲嘅懲罰機制。第4點係我覺得最有效嘅方法。第4點就係嘗試，我哋唔一定要靠自己去建立呢啲習慣，我哋都可以試下諗下，會唔會可以揾到一啲嘅同伴支持我哋、鼓勵我哋，揾到啲同伴一齊去建立某一啲嘅習慣嘅呢？例如，我哋同朋友一齊去設定某一個嘅習慣，互相提醒，其實某程度上都亦都係一種有效嘅激勵。我哋睇完咁多嘅重點同埋具體方法之後，我嘗試再去探討一下，究竟呢本書入邊會唔會有一啲更加重要嘅提醒俾我哋嘅呢？當我哋如果嘗試挖掘呢一本書入邊嘅背後嘅意涵嘅時候，我哋會發現呢本書就係想讀者思考一個好深層嘅問題：習慣究竟讓我哋將啲行為自動化，咁呢一種係自由，定還是係另一種形式嘅驅促呢？因為如果我哋都習慣去俾習慣去主導嘅話，我哋究竟人仲有冇選擇嘅餘地呢？當我哋不斷地累積1%、1%嘅改變嘅時候，會唔會有機會喺呢種平穩嘅進步之中，更加迷失方向呢？所以習慣嘅養成固然重要，但我哋千祈唔好忘記，偶爾都要停一停，問一問自己：我做嘅呢一切係究竟為咗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呢？總結啲嚟講，《原子習慣》呢一本書教識我哋嘅，並唔係一夜成功嘅方法，而係透過一連串嘅小動作，形塑我哋嘅未來。因此，與其依賴衝刺式嘅動力，不如我哋嘗試去打造持久穩定嘅習慣系統。如果你正正喺度面對緊人生嘅轉折，面對緊學習嘅瓶頸，面對緊好想重啟某一個好嘅習慣，
我相信呢一本書會係你最好嘅起點。呢本書我哋聽到呢一度嘅時候，或者大家都可以自己思考兩個問題。第一，睇完呢本書之後，你腦海中諗起最想建立嘅係乜嘢嘅習慣呢？你亦都有冇試過曾經因為某一個微小嘅改變，帶來個巨大嘅轉變呢？都希望大家可以留言同我分享一下。今日我哋嘅影片先去到呢一度，下個禮拜會再同大家介紹另一本書籍。